祝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初6，旧历的12月12，礼拜一。24节气今仔日来到小寒，也毋过，就敢若伫个阴早暗才有寒、才有寒的感觉。这个中昼温度回转来，全台湾拢安尼小风风。明仔载的天气甲今仔日差不多，但是到拜三阁要变天咯。大陆冷气团入南，中部以北的上低温会降到13度。也毋过，这波大冷的空气袂冻伤久。到拜五，冷空气减弱度阁回转来咯。这礼拜六天气袂歹，真适合出门去投票。今日讲起来真温暖，袂输是热天咧，有的穿短的，有的穿短裙。不过今日明明是这回小寒，代表进入一年内面上寒的日子。不过拜日拢是温暖的好天气。俗语讲小寒大寒冷做一团，拜三天气就要变啊，有大陆的冷气团时到就会真寒。东北季风增强，带下来冷空气尤其是在北台湾会明显的转冷。那这一波冷空气的强度相当接近大陆冷气团的等级那我们预估最冷的时间在星期三的晚上到星期四的清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的最低温大概是13到14度。大冷的冷气团2天尔，拜五开始又搁慢慢啊回温。拜六投票日，大家出门的时唔免惊会落雨。基本上天气还算稳定，迎风面的东半部有些局部的降雨，西半部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拜日也是今仔日甲明仔载拢是温暖的好天气，高温会到28度。拜三甲拜四虽然是大冷，上冷的时会到13度。拜五、拜六会回温，日头会搁出来，一直到拜六半暝到礼拜会变成低温14度，湿湿冷冷天气，时到雨伞，大家搁摕出来用啊。